如波，係我哋咪拍晒㗎啦。拍晒啦，冇嘢拍㗎啦今日。你係咪有得隨時攞生蠔食㗎？你又知嘅？因為係喎，嗰條片你剪嘅喎。係咯，你想食你同我講聲啊，得我就可以嗌㗎啦。今晚呢，今晚我同陳小姐食喎。咁不如預埋我啊！講起生蠔，我連開生蠔都唔識喎。真係㗎？順路拍多條片教下人點開生蠔都好啊！絕對可以啊！咁你幫我揸機，咁我就順便話俾觀眾知我開生蠔嘅2個方法，仲可以整多2至3個醬汁，話俾你知食生蠔有啲咩醬汁可以點咯。又得啫，隔多個幾個鐘出去攞生蠔翻嚟再講。好啊！咁你準備好你嘅肚咯喎！啊！搞掂，攞咗啦。好，翻去開生蠔啦。咁今日食啲咩生蠔先得㗎？大分縣大入島生蠔，細蠔嘅一種啦，平均係80至90 gram 一隻啦。我會嗌呢隻蠔咧，就係因為佢食落口嘅感覺係好清爽、好 fresh， 唔會特別太 creamy 咯。即係你平時食開啲蠔咧，食完之後咧，即係有好多奶奶地奶地咁樣啦，係啦，即係唔係奶嘢嗰個係清爽 fresh， 個裙邊好有彈性，食落口有回甘嘅感覺，礦物味少少。係咁就視乎翻每個人唔同口味啦，就冇話邊隻蠔就一定絕對好食或者唔好食嘅。生蠔買翻嚟第一時間要點處理呢？大家未開之前可以擺入雪櫃度啦。大家平時買生蠔呢，即係咁樣一袋就袋起咗嘅。係。如果要擺喺雪櫃呢，應該要揾個盤一隻一隻咁樣平放。因為咧生蠔呢度入面咧係密封㗎，佢入面會養住嗰啖海水㗎。喺佢平放嘅時候咧，就可以等佢身體啦都可以浸住喺海水嘅狀態，長期保濕咯。呢個就係個面啦。咁到你臨開生蠔之前嘅15至20分鐘咧，就攞出嚟浸冰水，放咗生蠔落去，2、4、5， 6隻啊，夠唔夠食啊？揾6隻做示範啦。打開雪櫃浸冰水，凍水加冰水啊！知唔知咩叫蠔蟲啊？蠔蟲咧就係依附住喺生蠔表面啦，或者入面嘅一啲蟲啦。如果你見到有蠔蟲，唔使擔心，即係代表隻蠔啱啱新鮮上水嘅。如果隻蠔擺得耐或者死咗咧，係唔會有蠔蟲出現嘅。你浸冰水嘅話咧，啲蠔蟲就會浮翻晒出嚟啦。而點解我話咁重要咧？因為我已經見到有啦。哦，見到啦，個綠色嗰啲啊！冇錯啦，1、2。哦，即係而家係凍到佢傻咗。咁樣證明咗啲咩啊？呢度啲蠔係非常新鮮咯。今朝佢先喺日本過嚟咯。呢啲就係我之前嗰條片所講，就係話咩？即係我啲朋友幫我做買手攞新鮮食材，就係呢一啲咯。浸冰水可以清洗蠔嘅表面啲碎殼啊等等嘅嘢，順便可以令到隻蠔嘅溫度會降得更加低啦。呢個過程咧大概浸15至20分鐘。浸蠔嘅水用翻煲過嘅飲用水或者用過濾水都可以㗎。其次你要準備你嘅工具：砧板、刀同埋一塊布。而呢塊布咧，大家見到係藍色咧，因為我呢度會將所有布都分顏色去處理唔同任何色彩嘅。咁我藍色布咧就係專處理生蠔嘅，全部消毒啦。呢個係食用酒精嚟嘅，係出面坊間餐廳常用嘅做法嚟㗎啦。保持東西乾淨衞生。如果屋企冇食用酒精嘅人，可以用你嘅熱水沖洗所有嘅器皿。再準備多一個兜仔，載住凍嘅食水。呢個兜仔嘅水咧，加埋少油掃，係愛嚟掃乾淨蠔表面多餘嘅碎殼㗎。蠔刀市場上面咧有唔同嘅形狀同外形㗎，最 common 大家買到嘅就係呢隻尖形手柄突出，好似一把劍咁樣嘅蠔刀，基本上就好夠你用㗎啦。另外準備多一把刀仔，係愛嚟戒斷生蠔嘅帶子位，即係佢嘅閉殼機。大家有冇發現我啱先用嘅唔同食水都係用一個水龍頭就可以開晒出嚟呢？處理生蠔同刺身經常都要用到乾淨嘅食水。喺浸緊蠔嘅時候，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我最近新安裝嘅水龍頭品牌 Kruka。今次嘅產品係由 Kruka 贊助㗎。Kruka 係荷蘭最先進嘅滾水水龍頭品牌，一個水龍頭就可以處理晒所有廚房用水嘅問題。喺熱水方面，佢即時出到100度熱水，熱水經過108度殺菌處理，仲有 Hi-Tech 特別活性炭過濾器做過濾，只需要喺呢個位置撳2下，熱水就即時出嚟啦。你以後就唔使等水滾先可以沖茶同煮麵，
當你煮飯需要用熱水，就唔使特登擺一個爐頭嚟煲水啦。熱水仲可以做消毒清潔，啱啱洗砧板嘅熱水就係咁樣開出嚟㗎啦。我仲加咗配件 Cooker Cube， 可以提供有汽水同凍水。中意食海鮮或者飲梳打水嘅你一定要加。佢配備一套中空纖維膜同活性炭過濾器，有效去除水入面嘅沉澱物、氟化物或者影響其他飲用水品質嘅污染物。而我今次開生蠔就可以確保浸生蠔嘅水冇外來污染，煮飯食物要過冷河一開就用得，水箱容量仲好足夠，夠你處理大量食材。仲有一個我超中意嘅功能，長撳扭開，即時出到4度已過濾凍水，以後我就唔使再煲水飲，仲有凍水飲。仲有平時洗碗用嘅自來水軟管伸縮功能，方便我平時洗星盤或者我要拉水喉去唔同嘅位置。水龍頭嘅設計有好多款，詳情大家可以上翻官方網站揀一個適合你風格嘅款式。佢能夠做到咁多效果，主機就收喺我嘅星盤櫥櫃下面。Quooker 水龍頭下面嘅水箱設計小而精密，過濾器佔嘅位置都唔多，唔使霸住你工作台同櫥櫃有過多嘅空間。而待機消耗能量只係10W，有效節省能源。Cube 仲可以提供到60升梳打水。有睇開片嘅大家咧都知道我係租樓住嘅。點解我租樓住我都會安裝全套嘅 Cooker 產品呢？因為將來就算我搬屋，佢有專業團隊拆除全套系統，仲會幫你喺新屋度進行安裝。中意煮飯嘅人想有一個理想嘅廚房，記得安裝一套 Cooker 嘅水龍頭啦。生蠔都差唔多浸好啦，係時候同大家分享2個開蠔嘅方法。第一種開蠔嘅方法，我哋會喺蠔眼呢一個位置開，攞把蠔刀咧推入去。當你一路推嘅時候咧，你會 feel 到好似有一個關節咁。我哋係用力向下左右推，而唔係叫佢，係一個好錯誤嘅做法。推入去左右。依家試一次俾大家睇下。攞起一塊布，大家驚嘅話可以戴手套啦。有半邊係冚住咗隻生蠔嘅，露出蠔眼嘅位置。蠔刀嘅揸法，手指公同呢隻手指係會頂住咗突出嚟呢個位，用呢2個手指同掌心發力推入去，45度角對住個蠔眼位置懟入去，左右推開咗咧，你會 feel 到咧生蠔同蠔刀咧係可以咁樣插咗喺度唔喐嘅。繼續左右，唔好叫，左右，係啦，個幅度越嚟越大咯喎。扭把蠔刀拍開佢，右左拍，生蠔咁樣就打開咗啦。上面塊蓋係會同閉殼機連住咗，就喺呢隻蠔2點鐘嘅方向。攞把刀仔有牙嘅部分，接把刀入去。呢個動作係為咗示範俾大家睇，正常揾布包住隻手啊。慢慢戒，準備戒開。幾靚。蠔眼開蠔咧有個小缺點咧，就係有機會會有蠔殼嘅殼碎嘅，所以你需要攞把油掃將所有嘅殼碎掃一掃走佢。掃走之後，攞把尖嘅刀將下方閉殼機界開佢。咁你食嘅時候咧，隻蠔就唔會黐埋一齊啦。而出面嘅做法咧，仲會做多一步嘅，叫做反蠔，將隻蠔拎起反轉咗佢。咁呢一組咧，就係你哋見到出面生蠔嘅擺法，自己食中唔中意反冇乜所謂嘅。依家示範一個快速嘅做法，攞起隻生蠔，冚住，篤把蠔刀落去，左右入咗去，左右。扭把刀，啪，反開佢，界下方大指位，反蠔，成功。第二種開法屬於高階老手同埋一啲大蠔都開到嘅方法。開蠔直接界開閉殼機嘅位置，即係將把刀放喺2點鐘方向入。你哋可以將生蠔分成3份，1、2、3。大指位永遠喺第2份同第3份嘅中間位，即係呢度。攞把蠔刀喺呢個位置度懟入去，喺呢個位置開係冇特別嘅開口嘅，所以對於一啲新手嚟講係難處理嘅。但係呢個開法係咁細隻蠔，同去到珍寶蠔你都會開到啦。冚住半邊蠔身，喺呢個位置咪入去，左右，直接擊破個太子位，反。上面呢個位置咧，你一開咧已經戒斷咗㗎啦，搞掂。嚟個快速嘅做法，
放好隻蠔，2點鐘方向入，解開帶子位，扭把刀反。呢一啲咧，亦都係酒店經常會用嘅開蠔方法。開出嚟多咗嘅裙邊咧，當然可以。兩隻方法都開到生蠔。新手嘅建議用第一種方法，蠔眼入手。老手清楚生蠔結構、熟習蠔刀嘅，用第二個方法喺閉殼機度直接懟入去都得。至於開到多唔多蠔殼啊，要洗走幾多咧，就視乎你哋嘅經驗啦。兩種開蠔方法教晒俾大家，睇落係咪好容易呢？開蠔嘅嘢要熟能生巧嘅。阿昌之後你再喺雪櫃度開多幾隻試下啦，俾多少少小知識大家。以下呢番説話冇對與錯，睇個人口味。有一啲人呢係會將生蠔入面嘅海水係倒咗去嘅，因為佢哋覺得海水嘅鹹味有機會遮蓋晒蠔肉本身有嘅味道，因為有啲蠔本身味道唔算突出㗎。第二，出街食或者出面鋪頭咧，佢哋盡可能都會同你沖水㗎，因為沖水咧，佢哋可以100%咧將所有污糟嘢同埋蠔殼碎係會沖走晒。俾盡你係客，你一食到蠔殼咧，你一定會孖叉嗰間餐廳㗎。第三，生蠔倒一浸海水之後咧，其實你攤佢5至10分鐘咧，佢會重新再嘔多啖海水出嚟㗎。嗰啖海水先係最純正、最原始嘅味道咯。咁就視乎你係邊一派嘅做法。如果我嘅做法，我都係會倒咗面頭嗰啖水，然後沖凍水，確保隻生蠔係完全乾淨，我先會遞上台咯。至於反蠔個動作咧，需唔需要做？你問我就覺得屋企食冇所謂啦。最緊要係戒咗下面嘅帶子位，等大家食嘅時候咧，可以連埋個帶子位食埋，同埋唔使再食下無啦啦攞把刀切咯。食生蠔當然要有醬汁啦。係啊，呢3隻醬汁我喺 Instagram 拍過好多次俾大家睇㗎啦。我喺 YouTube 片度正式教一次俾大家睇，究竟3種醬汁係點做嘅。第一種 cocktail sauce， 第二種紅酒醋加洋葱頭，第三種柚子醬油，就係美式、法式同埋日式嘅做法。先做咗大家最想知嘅 cocktail sauce， 呢一個係我嘅份量，記住個原則：3、2、1。有啲人咧會覺得白酒嘅苦味咧係會影響到生蠔嘅味道嘅，咁我習慣咧就多數加水。另外仲有少少嘅調味料，而呢啲調味料咧就係隨意嘅啫，但一定要有。有啲人咧會叫做3、2、1、0.5、0.5、0.5，醃汁、辣椒仔、黑胡椒，仲有糖、茄汁。1、2、3，檸檬汁。1、2，最後尾1，即係3匙羹嘅茄汁，係2匙羹嘅檸檸檬汁，跟住1匙羹嘅水或者白酒，之後就係0.5啦。所謂嘅0.5咧，即係隨意，例如黑胡椒少量，醃汁、辣椒仔，丁丁咁多嘅糖，撈勻佢。記住呢個黃金比例同埋 base， 然後因應個人嘅口味進行調整。呢個 cocktail sauce 除咗食生蠔之外咧，你哋喺酒店食冷盤嗰啲凍蝦、凍青口、凍翡翠螺都係呢一個味道咯。但係每一個廚師咧對自己 cocktail sauce 都有唔同嘅版本嘅。呢個係我嘅食譜，純粹分享俾大家睇。阿昌來試一試。誒，幾得意喎！溝好之後，你就可以揾個兜仔裝起佢。食生蠔大家都會放檸檬㗎啦，我俾一個完美比例嘅份量檸檬，大家就攞呢半邊出嚟切菱角，切十字，再切十字。點解我會習慣咁樣切呢？呢個份量呢，食細蠔就剛剛好啦。只要你食嘅時候揸住攣幾滴，成粒。咁就搞掂啦。紅葱頭、紅酒醋汁，亦即係鯇魚整蠱陳明嗰次食生蠔嘅醬汁，係一個好法式嘅傳統醬汁嚟㗎。多數大家喺出面蠔吧食咧，就會食到呢個醬汁啊。材料好簡單，一支紅酒醋，周圍都有得買嘅，20幾蚊就有一支㗎啦。一粒紅葱頭，將佢切粒，打橫切一刀，2刀。3刀，
咁你就會得到好完整嘅紅葱頭粒啦。紅酒醋呢一個醬汁咧，可以預早2至3個鐘頭整定擺喺雪櫃。當個紅葱頭浸喺紅酒醋入面浸得越耐，個味道會越出同埋越香。預早做冇問題。最後一個醬汁咧就係柚子醬油，但係因為柚子醬油咧直接喺鋪頭咧可以買現成一支嘅，柚子醬油可以加丁咁多柚子胡椒一齊食，咁就係日式嘅味道啦。因為呢兩樣嘢都係現成有得買嘅，咁我就唔刻意再做啦。3個醬汁搞掂啦，立即出去食蠔。好，go go go go！其實每一款醬汁咧都各有特色，可以愛嚟配唔同蠔種同埋唔同特性嘅蠔，仲加上你嘅個人口味而決定。例如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食紅酒醋汁嘅，咁只需要筆少少放上面。我真係超中意食生蠔啊！所以希望呢條片會幫到每一個想開蠔、需要開蠔嘅大家。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收藏咗佢，隨時掟俾身邊嘅朋友。如果大家需要買日本食材嘅話，歡迎加入呢個群組入面。但係不定期10年都未必有一次有消息跟進，但係有嘅話就會喺個 group 度公佈俾大家睇咯。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like 個 Facebook page 同 follow Instagram。有機會嘅話，再分享唔同嘅食物小知識俾大家睇。覺得好睇同覺得有用嘅話，記得喺下面留言啦。呢個時候我就繼續食蠔啦，下一條片再見啦，拜拜。好長，我想過嚟。呢隻蠔你食過㗎，不過陳小姐未食。好耐以前。最近邊個上嚟咧學開生蠔嘅？哦，你教佢嗰陣時，係係咪個味道合理好多啊？而家冇晒咁多海水，冇咁勁，係啊鹽味咯。我知道有好多人認為嗰泡鹹水係精華，但其實咧好多出面餐廳同你處理嘅時候咧，已經倒咗嗰陣鹹水走㗎啦。只係大家睇唔到，所以唔知啫。比較中意冇咁多鹹水味。冇錯，我都係。哇！你呢個落咁多，你撥翻走少少紅洋葱，嗰個紅葱頭只係攞少少新味嘅咋。我明你講咩啊？攞太多。始終唔同醬汁襯唔同嘅蠔啊嘛。咁今日我哋食緊日本蠔嘅，可能其他醬汁未必襯嘅，但係呢條片就一次過教晒咁多個做法俾大家睇啦。你唔好做啫。另外我想同大家講咧，其實下邊隻蠔嗰個帶子位咧係可以食㗎，嗰個帶子位咧係好甜好爽脆㗎。但係有時有啲人喺酒店食咧，食嗰啲自助蠔咧，酒店嗰啲人唔得閒同你戒㗎嘛，淨係食剩嗰粒嘢喎，其實好嘥嘅。戒開埋下邊個帶子位佢，食埋佢，唔好浪費食物就得啦。嗰粒帶子係咪平時我哋煎帶子嗰啲帶子仔？唔係，哦，另一樣嘢嚟。另一樣嘢嚟㗎。